好啊，我係李家國 ida，今日我又同大家介紹另一個樓盤，係東涌最大型一個屋苑映灣園。呢個屋苑合共有5328個單位，同埋為咗配合住戶嘅方便，都設有免費嘅穿梭巴士來往港鐵嘅東涌站添。呢個係 Caribbean Square，都設有食肆、超市、便利店等添，基本都滿足映灣園嘅居民嘅日常生活啦。而家我帶你睇一個 A 單位大3房套，實用面積有912尺。入到屋呢度呢，見到一個大嘅客飯廳，佢個採光度都非常之好添啊！同埋最特別嘅就係多咗個儲物室添。行到出邊嘅露台，望返前面嘅景觀，亦都十分之開揚啊！我哋嚟睇下呢個房間同埋套房先。你睇下，你知唔知有咩特別呢？就係多咗個窗台啊！設計房間嘅空間都好實用添。再嚟望下呢個梯形設計嘅廚房，係咪非常之大呢？最後我哋嚟睇下呢個客廁同埋套廁，佢哋都係原跡，採用浴缸嘅設計。睇完我介紹呢個映灣園嘅大3房套，有興趣嘅話，隨時聯絡我約。